點樣去創業成功賺到第一桶金咧？嗱，你做生意唔係你有錢就大晒喎，因為我哋仲要有能量頻率啊嘛，要準備功夫嗱。我會建議紫晶洞，因為點解咧？背有靠山，咁你有靠山之前咧，好多樣嘢就順利啦，強化自己嘅一個氣場啦。記得個靠山咧，前邊擺一個黃水晶，因為黃水晶嘅招財啊嘛，咁你做生意一定係要做呢樣嘢。第二咧嗱，咁就係歷泥啦，啲人成日都有講歷泥咧係可以擋小人辟邪去負能量，因為點解咧？做生意多多少少可能一啲係走數啊、拖數啊，或者唔好嘅客，呢個係一定要擺㗎。OK， 咁第三咧嗱，啲人就成日都有講啦，喺30幾年前咧就綠幽靈救過我喎。綠幽靈啦嘅原石或者水晶呢個手鏈啦，又或者師傅開咗光嘅綠色水龍珠，佢係帶嚟咧事業運氣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只要呢3樣嘢你基本擺咗咧，你會覺得咦係喎，好多樣嘢順境咗啦你願望嗰個桶金咧會快嚟到你身邊。